刚才看台东县这个月，一个84岁老阿伯骑电动代步车，扣后壁一台机车撞到，造成代步车后座一个人死亡。这个84岁老阿伯是因为这食酒赛车、食酒骑车，向依照公共危险罪来上班。警方是表示讲，这电动代步车嘛算是有动力的交通工具，食酒就袂使行就路。 电动代步车上常使用的是有年岁的人，定会看到伫大路上咧走，一无细里冲起哩车道，较会发生车祸，有民众就烦恼，这款的车祸到底要算什么人唔对？因为它有的时候呢会超越了那个车道，然后呢又有的时候又慢，有的时候又晃来晃去，提心吊胆。 台东县交通队表示，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，爱伫人行道也是挖路边骑，若无也是会受罚。这个月伫台东市就发生一件电动代步车的死亡车祸，一台电动代步车互机车追撞，造成车顶的乘客死亡。骑代步车的84岁老先生经过酒测刷超标，互警方以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。交通队表示，因为电动代步车骑伫道路上算是有动力的车辆。 电动代步车使用电力为动力，是属于刑法中的动力交通工具。交通队强调，电动代步车虽然是行政辅助的工具，但过自上路也是爱遵守行政甲车辆行驶的规定。建议高龄的民众上好由少年的家庭驾驶外出，更加袂当酒驾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